无仙姑。我是要向后公主交代。小丁啊，小丁，阮小姐来探你的病啦。老小姐，实足歹势，你若好意思，互你来看我咧。无要紧啦，遐济啦。小丁啊，你干嘛咧无爽快？你斗阵坐。无喏，我无要紧啦，坐啊。哦，坐啊。来。小姐，请用茶。小丁，坐啊。哦。小丁啊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老小姐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我无安怎啦，我可能是食歹腹肚的关系。对啦，老小姐，拄则我经过你客房的时阵，看你人咧无爽快，你即摆敢有较好？你放心啦，我已经好真济啊，真难得你还阁会关心我。我关心你，迄是应该的啊。你来食是客，所以我嘛应该做的代志。小姐哦，看到你咧吐啦，啊，搁听我讲哦，你伫遐后花园的哦，吐甲足厉害的呢。那阮小姐偌烦恼咧，所以哦，特别哦，摕家啥哦早来的药啊，要来互你食呢。是啦，老小姐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来，药仔爱紧食落哈。无紧啦，放咧我做你才食。啊，小姐好意担心你，啊来看你，啊，搁摕药仔来互你食，你毋着紧食，安尼毋是伤无礼貌咯。哦，我食。来，我添茶互你啉吼。药仔吼爱食啦，啊病才会好啦。来啦，无要紧，我甲你哄一下，无要紧，紧来。老小姐，多谢你，真客气。老小姐，是的啦，我毋是调讲，你这款的好意，说话拢较无煞煞。顾你真仔瘦，我毋知要怎陪你才好。是的啦，走不要紧啦，换就好啊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小姐大量有大量啦。小丁啊，啊你的药仔咧？哎呦，以前我拄则吐的时阵，在个涂骹。哎，安怎拢无？秋神阿伯，
你来哦？你会变好啊！是啦，多谢酒神阿伯的药啊！竟然恭喜哦！恭喜，是恭喜什么？相爷爱你，互伊做竞赛，你若答应，你以后就无共啊，荣华富贵，享受不尽啊！我当日为这件代志心烦，富贵对我来讲，敢若袂输天顶的富。我无爱名利，我敢想讲要替百姓做代志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答应这件亲事，因为我袂当对不起淑珍。只毋过淑珍一定要我答应相爷这门的亲事。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性啦，若淑珍呢，是一个多情的小女，伊为着你甘愿牺牲一世人的幸福，你讲，你就爱安怎做？我嘛想讲要甲相爷讲我毋淑珍的代志，也毋过淑珍硬甲我动咧，毋互我去。恁两个代志，搁再瞒落呀，绝对无法度通瞒真久啦。我嘛无想要继续拖落去，我要带淑珍回家。真是的，真好真好。那安尼淑珍因母囝才有人通照顾。就是那边，你即马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戆囡仔，淑珍伊的腹肚内已经有你的囡仔咯。就是那边，这是讲淑珍伊，你即马是讲淑珍腹肚内已经有我的囡仔？对。我怀疑。我总算对阮何解当有一个交代啊！什么？你去带淑珍迄查某囡仔为妻？是，请文书见谅。文生的心意已决。你是咧起笑谁？惊是皇宫贵族的弟子，大家嘛相争要做我的囝婿，但是我偏偏就选你，你也伫咧场头，你也敢拒绝进门的婚事？请文书信。你我真伤心，搁互我无面子，我提拔你，你家己也讲过，我对你恩重如山。即马你忘阮背去，文书你的台湾，文生绝对唔敢违只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我都提拔你，我都毁灭你。假使你若拒绝进门的婚事，以后对你的前途一片无安，你家己考虑清楚。文生就算讲爱死我，嘛在所不惜。你变啦，变啦！枉费我伫咧栽培你。当初我真是目睭痴迷，再来提拔你。我问你，我的查某囝做一件唔好？小姐美丽的好，是文生配伊袂起。啊！你既然安尼讲，啊！你唔就讲我的查某囝卡输一个查某囡仔？我问你，你是安怎去介意到淑珍？文书，感情的代志真歹讲。搁再讲，淑珍捌救过我的命，陪我吃过真济苦。而且阮若伫食生的时阵，就叫我爱娶伊为妻。安尼好，安尼你娶翠华为妻，收淑珍做二房，袂用钱，我一定要娶淑珍为妻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已经我的骨肉。恁两个敢做一款袂见笑的代志，爷你当是一个状元呢？你敢查某敢做一款代志？代志若去人知，你有想去面当见人？文书，请你唔通侮辱淑珍，这一切拢是文生的唔对，是文生这种心情郁卒，饮酒误事，所以我袂用对不起，我一定要负起这责任。好，你若讲负责任，安尼翠华伫你遮发生代志，你是毋是要负责任？是安尼解好，我娶翠华为妻。
事有先后，我绝对袂当不仁不义来委屈着小弟。好，简单，你嘛老虎一个面子，娶翠花为妻，收淑珍做二房，你认为安怎？请有文书见，文生袂用将你。啊无，你敢真是讲叫老虎的查某囝去做一个查某囡仔二房？文书，文生毋是这意思。好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我小讲一下。文生告状。简单，你个性实在真固执。代志咧发生的变化，实在互人足想袂到。原本高高在上，到即马都爱甲小丁轻声细细拜托，拄想我实在愈唔甘心。不过话搁讲倒转来，只要若是为小姐做的，我拢愿意。小姐若欢喜哦，幸福哦。我嘛认啊！哎，小丁啊！哎呦，来啦，紧放啦，紧放啦！哎，来啦，放啦！哎，无啦，后摆哦，你著莫搁打水泡茶，这落粗重的工课哦，我叫下骹手人做就好啊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我这吼先甲单仔再卡做讲。哎，免啦，小丁啊，来，较济咧，来啦！哎，莫搁做啊啦！万一哦，若去闪着腰，放着太轻哦，就满啊啦。像我啦，你即摆是在后白讲啥物啦？小丁啊，小丁，阿两慢慢毛芳，我是听相爷讲，相爷是听好大人讲的啦。小丁啊，较早我对你遮尔啊歹声扫，实在真失礼啦，请你着爱原谅我呢。像我啦，你唔通安尼讲，我小丁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呢，啥物代志？啊，着相爷提亲的代志啦。小丁，我拜托你，你先转位小姐甲何大人好无？像我啦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叫相爷赶我走，你莫叫伊赶我走好。无喏，小丁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毋是要赶你走啦。你毋是要赶我走？小丁，你是一个明理的查某囡仔，你嘛知影，相爷年纪嘛大，干那一个千金，跳到敢那宝贝咧。这我知影。相爷意思哦，是希望何大人会使娶小姐为妻，收你做二房啦。啊，不过何大人就假痴唔答应，讲哦，一定爱娶你为妻呢。伊真是安尼讲。小丁啊，何大人安尼做吼，互相爷真为难呢。你甲想看觅咧，相爷的查某囝若做二房，你是要叫相爷面子囥去倒去咧？小丁，我拜托你，你去考劝何大人，我求你啦，先转位小姐好无？毋是啦，像我啦，我小丁，算我甲你拜托啦。像我啦，你毋通安尼想，我小丁，好啦，我来甲建人讲。小丁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唱过去，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建人，小弟，建人，咱两个代志，你敢有甲相爷讲啊？有啦，我甲相爷讲，我要娶你为妻，而且佫拒绝相爷所讲的婚事。建人，你拒绝这份婚事，互相爷真歹下代，你知无？建人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袂甲你计较名分。我若当甲你斗阵，为你做啥物代志，我拢心甘情愿。
小弟，我绝对袂用让你受到委屈。我甲你讲过啊，会当做你的二房，我就已经足满足啊。头先，我想讲老小姐一定袂接受我，上爷嘛一定袂答应。不过，即摆啥物问题拢无啊，我袂阁甲你要求啥物啊。小弟，安尼实在真委屈你。上爷对你有提拔之恩，而且老小姐千里迢迢来探你的病，伊对你这份情谊，实在使我足感动的。假使你若娶我为妻，老小姐为妾，你叫老小姐是要安怎做人呢？叫上爷面子是要挂在倒咧？囡仔，你听我苦劝好，娶老小姐为妻。不用紧，所有善良，你阁有心德的，我绝对会当委屈互你做二房。或者讲这样代志若花姑知影，伊嘛会无欢喜。袂啦，阿姊是一个真明理的人，你着看在阮两个面子上，你答应这门婚事好。囡仔，假使讲你若要考虑这门婚事，我着要离开这个所在。小丁，好啦，总讲你若认为你无受到委屈，我马上就来答应上爷。真是的。小丁。囡仔。从上点拄几项毒了啊，我连救应偏空，一直都真紧啊！我一定要摕到解药。你想要摕到解药并无困难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。不用，我一向拢真听你的话啊。莫踮咧啰嗦，我甲你讲，何建南已经准备伫一个月内完婚，你紧去负心伫在红书的身上。叫我父亲伫彩虹树的身上，找机会要偷一金光经，哼，规样讲得真简单。即马父亲伫老翠花的身上，到即马还无摕着，我袂用硬拄硬，万不伊若去互金光经伤着，害着家己。对，我会通去掠相爷老水上。才过来因何建人来去鬼王洞，时到，互你鬼王家己去解决。爹，紧来啊！爹，你唔要紧呢，紧啊！爹，你看，这花啊，真水的呢。快你看。翠花，阿爹这摆为着你的婚事吼，实在真烦恼。啊，即马建南都答应要娶你为妻啊！阿爹你放心啊！阿爹，拢是我互你这么烦恼啦，我实在足见笑的。这阵玉观音是阿爹的家传宝玉，阿爹一直拢住伫身躯边。你只要要出嫁啊，阿爹将这尊玉观音送互你。无喏，阿爹，你予我已经真济啊，这是你上介意的物件。你老的啦，紧收起来。安嘛好啦，啊无等后咱转来京城了后，厝内面遐个宝玉，随在你拣，啊你若看介意哦，阿爹全部拢予你，好。多谢阿爹，你实在足疼我啊。小姐，小姐，迄绣工哦，咱问你讲，迄鸳鸯枕头你要用倒一种绣线啦？阿爹，无我去指点者，马上就回来哈。好，阿爹等下等你。
是不是啦？那对家来，阿爹，阿爹就讲要伫遮等我，哪会无看到人咧？多谢。小弟，你是安怎？真艰苦是？袂啦，虽然讲一切算有较艰苦，也毋过我感觉我的心肝内真欢喜，我欢喜讲好甲已经的好代。小弟，你希望头一体是生查甫的，还是生查某的？我希望我头一体是一个查甫的。其实生查甫甲生查某嘛是拢共款。囡仔，假使讲我若生查某的，你会足失望的无？小弟，来，小姐，你免烦恼啦，我免来失望啦。但我毋是重男轻女的人啊，只要讲你会当平平安安，安尼我就欢喜啊。囡仔。老小姐，坐啦。小姐，有什么代志先？小姐找你有代志，是什么代志？阮阿爹跟我来遮，无啊，那呢，惊啥跟我回批？嘛无。到底是安怎是？阮阿爹无去啊。上个失踪？什么哪可能啊？啊，毋过，关的后院甲前厅，我拢有找过啊，就是拢无看到阮阿爹啊。你最后看到相爷的时阵，伊是伫什么所在？是伫后尾啊。树华讲小刚要叫我过，我就甲树华斗阵走啊。阿爹讲伊要踮遐等我，后来我搁倒去后花园，就无看到阮阿爹啊。你讲相爷是伫后面失踪的，那安尼你有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？我无注意呢，我想讲阿爹可能倒来房间歇过，所以我就入来找啊。啊，毋过嘛是找无啊。相爷到底是走去倒？是相爷，你来要创啥？多啦，我叫你去偷摕何建南身上的金刚经，才找机会甲伊抓转。你敢唔听我的命令，凊彩去抓一个人来应付我？委员，所以就无了解。我的做法虽然无同，不过目的是同款。我掠相爷来，何建南一定真紧张，时到一定找对遮人。上好是安尼。唱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我掠相爷来，何建南一定真紧张，时到一定找对遮人。上好是安尼。你唔通袂记，你体内的毒素若发作的时阵，是叫天叫地都无路用。我知影。这什么所在？你是不是人？你来掠我对遮来？阮掠你来做人质。人质？你真大胆！你也敢掠刁定的命我？啰嗦！你什么时阵才要应何建南来？我即摆就来去，但过你来去，爱摕解药甲我相换。好，以用为定。何建南，你的时机到了。地主老翠花，伫遮拜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请你保庇我的阿爹，
老水上早一日倒转来。卡叔讲，若有任何的灾难，地主愿意承担一切，只要阮阿爹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医生，我是杜亮，你是要知影恁阿爹下落是？我当然嘛想要知影，阮阿爹即摆伫倒？你阿爹即摆伫我手中，为了爱伊活命，你就乖乖听我的话。好，只要你肯帮助阮阿爹，我愿意牺牲一切。你想要对阮小姐安怎？我对恁小姐无兴趣，我要伫的是福建人。我唔对，你去甲福建人讲，你头啰嗦了后，踮咧后乡园这个所在等我，条的命令行事，只准你一个人来，若无，你阿爹会无性命。你甲何公主到底有啥物关系？你莫问我多，叫我项目去做就好。啊人算无意啦，小姐，咱个等了鬼啊啦！你快点进来走啦，紧来！福建人，杜亮，我已经照约束来，上爷，紧放伊出来。卖动，你对我来去一个所在，去倒位？唔免问遐多，对我行就好。好。欠一福建人的完心书。不要，福建人我已经带来。文书，文书，文书，金光孔，害死我的文书。伊也未死，不过是中了我的毒。你若是想要救伊，就将你身上的金刚经等咧火内底烧掉。好。我已经照你的话去做啊！恁紧将我的文书救正去。我即马就要报。照你安尼讲，你危害人间，强者犯人为善，害人无数，你我敢强词夺理。陆贵阳，你
你是来做无讲道理的，前世甲今世是无牵连的。你想要甲我讲道理是？好啊，咱就来讲道理。你还未转世为人的时阵，祸害了我的好处。今嘛，我就要甲你算这账。算啥？你是爱我安怎？你讲。无变，你生甲一表人才，真拄好。我这个鬼界是哦，欠一个红婿。今仔日我就招你做我的红婿。啥？你爱我甲你成亲？这小狗袂见识，这款话你讲来出去。不用，你别安尼做。好，老梁，这一步你讲话的余地，甲我爱入你内底关起来。你是要对我的文书安怎？紧将我的文书放开！不用，我确定你要安处理。我要利用来逼何建南甲我成亲，啊有去人压你去。文书，文书！何建南，我已经有嘴讲甲无烂，你到底想要安怎才肯答应甲我成亲？我永远都袂答应。敢讲，你唔惊我甲你抬？要抬你就抬。何，你莫抬伊，我拜托你莫抬哦。何建，你何必着遐尔屈强？你无听人咧讲，识时务者为准。你读过遐尔侪书，应该捌这个道理才对。我何建南一向就是安尼，我就是甘愿死，嘛不愿受你的侮辱。你想讲，你若是死，就准拄煞死，那安尼你就错。你搁再好好考虑看卖。我无需要考虑。我知影你唔惊死，呀，你会知。你若是唔答应，死的唔干那是你一个人。连王小丁该巴倒来因呐，嘛要做你死。除非，注定个囡仔是无辜。你，我是鬼，毋是人，是无管什么清情道义的。小弟，你千万唔听我的话啦。天哪！可是伊若死，我活着有啥物路用？要死，不如咱两个死到底。你实在有够啰嗦，无论安怎，伊唔爱，都是咱两个人的同房花烛。现底，准备喜酒。是。何建，你是走袂出，你还是乖乖踮咧遮，做我的新郎官。你这个袂见识的女鬼哦！何建，你何必着过一个面子？啊？今仔日是咱两个人的同房花烛，来，咱来啉一个高分酒，来。哼！哼！你是敬酒唔食，要食花酒？认得，给压起来。是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。
见人甲小弟拄着困难，我怪我的心情袂宁，我一定要落去。仙姑，你袂用去啦？小青，袂用哩，见人甲小弟拄着困难。仙姑，拄则道长有交代过，你袂用出去啦。小青，我拜托你，因即马拄着困难，我一定要落去吼。小青，袂用的啦。拄则道长才交代过，你若出去，我是要安怎甲道长交代？好啦。小青，是的，我嘛是故意，我不得已这样，请你过来。明明要甲我气死！姑爷，你莫生气，唔通阁生气，吼，生气是会拍歹身体呢。好见人这臭小囝，我以后要得到什么就有什么。本王看伊有气，是伊的福气，伊竟然唔知影好歹。好见人这个臭小囝，实在唔知影好歹。姑爷，啊你唔爱想遐多，来，我陪你啉两杯啊。 下啉两杯，缀一下去，来，贵哦。贵哦，好酒量。啊，来，我啉。哦，你若唔通我想遐多啊？你若唔答应，连到我替你苦劝。来，就啉者。啊。 你好会做，烦恼的代志，来去想遐多，来，我啉落。贵哦，贵哦。贵，不讲。 不用，不用。是该有无唔对？是你先对我不利，难怪我对你不义。我要独吞何建南甲王小丁的原形。都是我连累你。建南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这一切拢是命。何建南，王小丁，大了，你想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我要将恁两个人的原形珠拍出来。老刘，你想创啥？这无恁的代志，正边嘞！你讲你离开家。天哪，你去离开啊！人叫拐来面呢？你叫伊，我啊！你你个小心点！老公，老公，你要紧吗？我不要紧，紧，咱赶紧来走。文叔，咱紧走。小弟，小弟呢？
咱无看小丁。是啊，对，你用拄仔走的时阵无掠小丁，伊就是倒了，咱赶紧来找伊。紧！小丁，小丁啊，小丁，小丁，阿哥，你找有无？哦嘞，奇怪，我嘛是家己找一堆，我拢找无。即马上个担心的就是大量毋知对小丁下毒手无？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想，希望伊袂甲伊下毒手。文书都倒来啊！秀雅，你旁边哦，是啊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你精神啊？侯公主，阮阿爹到底是安怎？文书伊昏去啦。阿爹，阿爹，你精神啊？小姐，来，今日秀雅亲伫那边啦。阿爹，阿爹，我是翠花，阿爹。翠花，爹，阿爹，你精神啊？翠花，阿爹你也总讲，我都搁看到你啊！阿爹，你度过这个会结束，一定会当百回年了。秀雅，小姐哦，在后花园的哦，搁求菩萨甲你保庇，规暝呢，规到脚拢麻去啊。人小姐哦，搁下愿讲哦，甘愿即阵家己的寿命哦，都爱保庇你甲何大人哦，平安倒转来呢。翠花，你实在真友好。阿爹，你莫安尼讲，查某囝，就算我是为着你费心血骨，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是甘愿。真多谢神明甲咱保庇，侯公主，多谢你救阮阿爹转来。去文书的人是花姑。花姑小姐，多谢你。唔免客气。侯小姐，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也有建南，你甲淑珍哦，我嘛爱甲恁两个说多谢。秀雅，你是讲小丁嘛落去哦？人呢？人去个多量掠去啊！这是啥子？也是清单拿来，啥物人较找袂着，画破拿嘛无路用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你免惊，我暂时袂去杀伊。食到你的完成珠，一个来当增加200年的功力。我胃口无遮尔细。你是想要？为了你做认真，已经好见人来。小丁，小丁，小丁。大仙哥，你甲小丁，拢是我上该亲的人。你食药啊？我讲，千言万语，我永远都无法度袂记咱以前斗阵的日子。小丁即马毋知是生还是死，我实在足担心的。心
看啥人来可怜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